大家好，我係靜怡啊。政府咧最近就住控煙法咧嘅修法進行緊公開諮詢，咁當中亦都提出咧要擴大我哋嘅禁煙區啦，同埋咧對於一啲新型煙草同埋電子煙咧係加強管控嘅。煙害對於人體嘅傷害咧，大家都好清楚。我哋尤其是咧係要保護我哋嘅青少年啦，同埋兒童免受煙害嘅。工聯總會一直以嚟咧都好關注我哋控煙工作嘅推動啦，尤其是係有一啲無煙嘅工作環境啦，又或者好似喺公園或者係學校周邊呢啲嘅場所咧，應該都要更加推動我哋嘅禁煙區嘅，咁讓到咧我哋嘅好多市民啦，同埋青年人啦都可以免受煙害嘅。咁其中咧，我哋對於控煙法嘅修法建議咧，就有以下幾點。第一咧，就係認同咧要擴大一啲禁煙嘅區域。咁例如係好似公園周邊啦，同埋學校嘅附近、出入口附近啦，由於都係好多小朋友會經過嘅，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進一步擴大呢啲禁煙區。第二咧，就係認同咧加強對新型嘅煙草同埋電子煙嘅管控。而家有好多新型嘅煙草咧，都會以精美嘅包裝啦，又或者以一啲不實嘅宣傳，例如話俾你聽無害，咁然後吸引青少年去購買嘅。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咧政府進一步去管控啦，亦都要加強咧打擊一啲走私啦、網購啦，或者係一啲不法嘅渠道去流入嘅呢啲煙草嘅。咁第三咧就係希望加強宣傳同埋執法。我哋都聽到有啲僱員咧反映佢哋嘅工作場所仍然有違規吸煙嘅情況，咁希望咧就可以加強執法嘅。咁歡迎大家俾多啲意見啦。